杨桃园里光点洒落，翠绿枝叶上黄白两种杨桃壁垒分明。果园主人谢永平带领我们看门道。过路客有没有？你就只要吃这个味道，它红的它这个东西在传统市场上你买不到啊。对你平常看到的，你买不到啊。你帮我拿一下，你平常看到的杨桃大部分对，就是这个。你所以台湾原生种根本没有到国菜市场，完全没有，在产地都被买光。对，仔细比较外来的马来西亚品种，台湾原生的土杨桃，除了果肉较白，还多了一点台湾味。你吃起来等一下，那口感不一样，这个比较脆。口感就是不一样，这个比较脆，比较清甜。这里有比较轻一点点。大块削下厚实果肉，香甜多汁。就曾因为一次医学报告指出杨桃中富含钾离子，肾脏病患者不宜多吃，让它污名化，从此销量大减。砍了很多，砍光了，慢慢的就一直降级，会被淘汰，真的会被淘汰。卓兰曾以杨桃闻名，如今面临市场淘汰，还要对抗难以治疗的落叶斑点病，让谢永平夫妇担心不已。努力推广杨桃好处，果农衷心希望台湾杨桃会再现生机。刚采下的亚董旗，亚董旗是这很新鲜。对。亚董旗，亚董旗，亚董旗。